香港油價點解貴過北歐？四個真相拆到你明，唔好再俾同源不同價呃到。開場。Hello 大家好，我是 Will 叔。最近油價又升，特級無鉛汽油突破每公升32美元，有車主笑住講，香港油價貴過北歐，係咪因為我哋嘅車特別識飛？講笑歸講笑，但呢個問題真係值得深思。同樣嘅汽油，100%來自內地，點解香港零售價係內地嘅2到3倍？今日我哋用3分鐘拆解香港油價勢一背後的4個結構性真相，睇下點解同源可以不同價。第一部分先睇數據，但要加個濾鏡45秒。亞洲油價橫向比較2026年3月參考價，地區無鉛汽油價港元每公升比向24.5至32，折扣前牌價全球最貴，澳門14，燃油稅遠低於香港，內地深圳珠海9.5蚊，價格由發改委調控，新加坡18，同樣地少人多但油價低過香港，第一眼感覺哇差成3倍，係咪油公司掠水？但3個但是你要聽落去，一油價唔等於原油價，零售價包含稅項、營運成本、利潤。唔單止係油本身，二同源唔等於同成本，就算油來自同一間煉油廠，運輸、儲存、銷售成本可以差好遠。三牌價唔等於實付價，香港油站普遍有折扣，實際支付可能低公升。第二部分4個真相，拆到你明90秒。真相一，固定燃油稅每公升6.06港元，雷打不動。根據香港應課稅品條例，無鉛汽油每公升徵收6.06燃油稅，以牌價30計，稅項約20，而且係從量稅，唔隨油價波動。政府視燃油稅為交通政策工具，提高用車成本，鼓勵使用公共交通。一句話，呢6.06係政策成本，唔係市場成本。真相二，油站地價21年地契嘅隱形成本，香港油站用地由政府招標批出，通常為21年地契。以2019年批出嘅5幅油站地為例，每幅地價4.4億至6.4億，攤分至21年單是地價成本每年已達2000到3000萬，最終轉嫁至油價。一句話，你入嘅唔單止係油，仲有香港地價。真相三，市場結構。寡頭壟斷加火箭與羽毛效應，香港車用燃油市場由數間大型油公司主導，市場集中度高，經濟學上稱火箭與羽毛現象，油價升時如火箭快，跌時如羽毛慢。消委會曾指出，過於複雜嘅折扣制度降低市場透明度，消費者難以比較。一句話，競爭不足令價多減少成為常態。真相四，進口依賴加供應鏈成本，100%來自內地嘅雙面人。香港車用汽油100%來自內地。2025年第三季進口8782.9萬公升，好處供應穩定，受地緣政治影響較低。壞處成品油進口價加運輸加儲存加分銷，層層成本疊加。一句話，同源唔等於同價。中間嘅供應鏈先係關鍵。第三部分對你有咩實際啟示？45秒。如果你係車主，善用實際支付價思維，比較油價時要計埋信用卡優惠、會員折扣，考慮時間成本。北上入油慳200，但來回3小時加車輛蝕舊，真係劃算嗎？關注政府新措施。2026年4月1日起，政府每週公布折扣後實際售價加國際成品油價，方便格價。如果你係投資者、創業者，關注能源轉型機會，油價高企加速電動車普及，充電基建、電池回收係潛在賽道。理解政策風險，燃油稅、油站批地條款可能調整，影響行業利潤結構。如果你係一般市民，理性看待油價新聞，分清原油價、成品油價、零售價，
唔好被單一數字誤導，減理解政策取捨。高油價背後有鼓勵公交減少擠塞嘅政策考量，唔單止係掠水。第四部分，三個清醒認知，30秒。一貴唔等於不合理。香港油價包含土地、稅項、政策成本，係城市選擇嘅結果，唔單止係市場行為。而同源唔等於同價，就算油來自同一間煉油廠，供應鏈、稅制、營運成本可以令最終零售價差好遠。三個人行動嘅切入點，與其糾結點解咁貴，不如思考在現有結構下，如何精明消費加理性參與政策討論。結尾 Call to Action 30秒。Will 叔的小總結：世界唔係因為油公司壞而油價貴，而係因為系統要平衡而成本疊加。下次見到油價有升嘅新聞時，不妨問自己三個問題：一係原油升定係本地成本升？二我實際支付嘅價格有計入折扣嗎？三這個資訊對我的出行、消費、投資決策有什麼可執行的啟發？理性討論才有深度，看清結構先有自由。片尾。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幫你理清了一些思路，歡迎訂閱頻道，一起當個理性思考的夥伴。留言分享你的看法，但記得不情緒化，不盲從，有交流才有收穫。得閒飲茶，我是 Will 叔，我們下次見。影片資訊卡，關鍵數據來源：政府統計處、消委會 Global Gasoil Prices。香港無鉛汽油燃油稅每共升6.06固定。香港汽油進口來源100%來自中國內地，油站地契通常為21年，地價4.4到6.4億每幅。仲要提醒牌價不等於實付價，香港油站普遍有折扣，實際支付可能低37每公升。火箭與羽毛效應，油價升得快，跌得慢，係市場結構問題。政府新措施：2026年4月1日起，每週公佈折扣後實際售價加國際成品油價。行動建議：車主善用信用卡優惠加會員折扣，比較實際支付價。投資者關注能源轉型下的充電基建、電池回收機會。市民理性看待油價新聞，分清原油價、成品油價、零售價。